乡亲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月29，旧历的12月24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，真正互人痛心。幼稚园的老师竟然是失踪。一个22岁男大学生，伊并无教保服务人员的资格，竟然违法伫高雄一间幼稚园做英文老师。趁着囡仔咧困中昼的时阵，甲4回小女童做出着不淑的行为。事后家长发现查囝怪怪无正常，调出着监视器，代志才来出破。高雄市这间幼稚园有一个22岁男大学生，去年伫这违法兼差做英文老师，伊利用困中昼的机会，对一个小班的查某囡仔学袂来。伊承认有对4个查某囡仔前面蒙胸坎、甲下身等等。查某囡仔一转去了后，行为煞怪怪，因老母到园方调出监视器，一直看，真正唔敢相信，真后悔将查某仔送到这间幼稚园。发生这件事情是家长最大的痛，那时间只要拖1天，就多痛1天。聘用是我们家长小朋友的哥哥，我们对于家长很抱歉，就是说对他们的心累。园方会室的强调讲未推卸责任，当初这个男大学生是因为刚好家长亲情关系违法伫这兼差，代志发生后已经离职。当时共班另外一个导师敢有疏忽，敢有看到，只是说来要调查的重点。检召45人来做处分，该行为人罚予6000元的罚款。教育局发这间幼稚园，上较重要是要加强稽查，彻底要检查幼稚园教保人员是不是有合格问题，才袂让这款弄书入园事件搁发生。